创世纪第34章，底那受侮辱。利亚甲雅各生的查某囝底那出去要甲迄所在的查某囡仔相找，迄所在的族长希米人哈抹的囝示剑看到伊，就甲伊扣地，甲伊困，甲伊侮辱。示剑恋慕雅各的查某囝底那，伊爱即个查某囡仔，对伊吐露真情。示剑甲伊的老爸哈抹讲，甲我带即个查某囡仔，互我做某。雅各听到伊的查某囝底那受示剑侮辱，静静无出声，因为迄时伊遐个囝甲精生拢枵伫野地，伊要听候因倒来。示剑的老爸哈抹来见雅各，要甲伊讲关系底那的代志。雅各遐个囝对野地倒来。即个听到即个代志，大家非常痛心受气，因为示剑对以色列家做毋应该做的见孝代，甲雅各的查某囝侮辱。哈抹甲因参详讲：我的囝示剑恋慕恁查某囝，请将伊互我的囝做某。恁甲阮结亲，恁通将恁的查某囝嫁阮，恁嘛通娶阮的查某囝。恁甲阮做伙住踮遮，土地则阔，恁通住伫遮做生理，建立产业。示剑对查某囡仔的老爸甲伊的兄哥讲：恁若无气嫌，恁要求什么，阮拢要互恁。无论偌济聘金甲礼物，阮一定照恁的要求互恁。只有请恁将查某囝嫁互我。雅各遐个囝因为示剑侮辱因的小妹底那，就欺骗示剑甲伊的老爸哈抹，讲将阮小妹嫁互无受割礼的人，即款代志阮做袂到，因为这对阮来讲是见孝事。只有一个条件，恁所有的查甫人若拢甲阮同款受割礼，阮就答应恁。阮将阮的查某囝嫁互恁，阮嘛带恁的查某囝做某。阮住踮恁遮，正做共一族。恁若毋听阮的话受割礼，阮就带阮小妹离开遮。哈抹甲伊的囝示剑欢喜接受即个条件。迄个少年人随时照因的话去做，因为伊恋慕雅各的查某囝，伊是因老爸家上受尊重的。哈抹甲伊的囝示剑来到城门口，甲城内的人讲。这个人是咱的朋友，咱的土地真阔，有够通互因徛起做生理。咱通带因的查某囝做某，嘛通将咱的查某囝嫁互因。毋过，因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咱所有的查甫人拢得甲因同款受割礼，因才要甲咱做伙住，正做共一族。咱若接受因的条件，因就会甲咱做伙住。安尼。因的精神、财产，甲因所有的，兼毋是拢会变做咱的。即个城的居民拢接受哈抹甲伊的囝示剑的话，安尼全城的查甫人拢受割礼。到第3日，所有的人拄疼甲真艰苦的时，雅各2个囝，底那的兄哥西面甲利未，拢举刀，趁因无方便。入城杀死拢总的查甫人，因杀死哈抹甲伊的囝示剑，甲底那对示剑的厝带出来，就离开。雅各其他的囝为着因小妹受侮辱，就来到受害的人遐抢城内的物件，就是牛群、羊群、驴，以及城内甲田野所有的。因阁将所有的财富、囡仔、甲妇人人，以及厝内所有的物件拢抢去。雅各甲西面甲利未讲：恁连累我，为害我互即所在的迦南人甲比利洗人怨啜。过咱的人少，因若联合来攻击咱，我甲咱全家拢会灭亡。因应讲。因哪通款待阮小妹亲像娼妓？